金球。演过有两个姑娘仔，因是一对姊妹仔。因为商店要转厝的时，看到一个有够缘投的少年人，徛伫因头前的一间厝门口。因两个从来都毋捌看过遮尔啊缘投的少年人。伊的帽仔顶有金仔装摊，枕头仔顶有挂金仔，颔骨仔顶有破金仔，腰nen阁有下金仔。伊的双手呢嘛拢有一粒金球。伊互因两个姑娘仔随人一粒金球，交代因都爱甲顾好好。若是去互拍甲漏去，因就会互吊死。当因两个姑娘仔内底细汉的迄个甲球冲碰见啊，迄代志是安尼。伊伫一个花园的篱笆边，牵伊的球在佚佗，球哪牵哪悬，哪牵哪悬，尾啊却飞往篱笆对面去。伊爬起伫篱笆要找球的时，球却练过青青的草坪，直直练去一栋厝的门骹口，搁练入去厝里，来伊就无看啊。所摆，伊就互掠走，过来就会互吊颔棍吊甲无开，因为伊甲伊的球冲碰见啊。毋过，即个姑娘仔有一个爱人仔。伊讲伊会去甲迄粒球摕转来，所摆伊就去迄个花园的大门口，毋过门是关咧。来，伊就爬起伫篱笆，就伫伊爬到上悬的所在的时，一个老阿婆为伊面头前的狗仔面扑起来，甲讲，若是伊想要摕到球，伊就爱伫迄间厝内底困3暝，伊就应好。就安尼，暗头仔伊就入去迄间厝，四界找迄粒球，毋过拢找无，厝内嘛拢无人。不二个到半暝啊，伊感觉讲伊有听到顶面有猛耍的在乱踅。伊就为窗仔遐去看外口，阁有影，规个顶面拢是猛耍的。无偌久，伊就听到有爬楼梯起来的脚步声，伊转走去门后壁面，像鸟鼠仔安尼结互无声无息。这时，有一个身长是这个少年的5倍悬的巨人入来，四界看，四界想，毋过伊啥都无看到，伊就行去窗仔边，压落去看外口，就伫伊甲手翘吐伫窗仔门，探头出去看顶面的猛耍的时阵，少年的为巨人脚趾后行过。剑忽一个，就甲伊斩做2截。伊的顶半身全落去顶面，下半身阁敢若原在徛伫窗仔口伫看外面。哎哟！遐个猛耍的看到巨人的半身变落来到因面头前的时，因吼甲出大声，阁话讲：原本的主人来啊！加连我一半互我。来，少年的就讲：你这双脚无较纸，孤一个徛伫窗仔边，嘛无目睭通看，去甲你的兄哥做伙啦。伊就甲巨人的下半截拼出去，互
互对顶半过后壁去。遐个问算的得到几只的巨人了后，因就拢点去啊。隔日�閒, 少年的搁去迄间厝过暝，即遍第二个巨人为门入来，伊拄行入门，少年的就甲伊扑做2果。毋过迄双脚继续行入去壁路，直接爬位烟筒讲起哩。少年的对巨人的头讲：“去啦，对你的骹去。”刷落嘛，甲巨人的顶半过弹入去烟筒讲。当第3暝，啥都无发生，所摆少年的就爬去咧眠床要困啊。毋过伫伊困去进前，伊听到问算的伫眠床骹伫车跋柄，伊真好奇因伫创啥，所摆伊就甲偷看。看到讲球就伫因遐，因当在耍球，拍输过来，搁拍输过去。过一时啊，有一只问算的甲骹为眠床底伸出来，少年的骹手搁不只紧。剑水扑落去，断骹。接煞，另外一只问算的甲手为眠床另外一边伸出来，目眭啊少年的剑搁扑落，断手。代志就照即落半路继续行，直透到上尾，伊甲遐个问算的拢变做开骹摆手。规阵哀爸叫母，哭甲凄惨落魄离开房间，煞甲球放袂记啊！少年的随着为眠床爬起来，找到迄粒球，即时就去找伊的真爱啊！当迄个姑娘啊去互阿去药库要甲吊死。伊互带去假台，处刑人讲：“今嘛，姑娘啊，你爱防吊暗棍，直透到你无气。”毋过姑娘啊大声喊讲：“动咧，请动咧！我敢若看到阮老母来啊！阿母阿话，你敢是有载我的金球来？”要来放我自由，因老母应讲：“我无甲你的金球砸过来，嘛毋是要来放你自由。毋过我是来遮看你疯掉，吊死伫即个架架顶。”了后，处刑人讲：“好啊，姑娘啊，上你的祈祷词，因为你决定爱死。”毋过姑娘仔讲：“等咧，小等咧，我敢若看到阮老爸来啊！阿爸阿话，你敢是有载我的金球来，要来放我自由？”因老爸应讲：“啊，我无甲你的金球砸过来，嘛毋是要来放你自由。毋过，我是来遮看你疯掉，吊死伫即个架架顶。”了后，处刑人讲：“你伊倒煞啊，袂好啊，姑娘啊，把你的头伸入去，扭缩啊你。”毋过姑娘仔讲：“莫啦，毋通啦，我敢若看到阮小弟来啊！”伊共款搁吟一遍伊迄条底诗，毋过因小弟嘛应伊共款的话，搁来伊嘛用共款的话问因阿姊、阿叔、阿姨、表的。
毋过因的回应嘛拢共款。我无甲你的金球砸过来，嘛毋是来放你自由。毋过我是来遮看你疯掉，吊死伫即个架架顶。了后，楚行人讲：我袂搁等你啊！你咧甲创治，的确着爱随甲你吊起来。毋过即马，姑娘仔总算是看到伊的爱人仔为人丁年过来，所摆伊甲楚行人话讲：停，紧停落来！我看到我的爱人仔来啊！心爱的，你敢是有载我的金球来，要来放我自由？刷落来，伊的爱人仔甲伊的金球摕互关关，大声话讲：对，我甲你的金球砸来啊，要来放你自由。我毋是要来看你疯掉，吊死伫即个架架顶。就安尼，伊当场就带伊转厝，刷落来，因就一直欢欢喜喜过因的日子啊。